哪像无声？无开麦克风哦，你无开麦克风。亮光兄，你的麦克风关咧。好，大家平安，欢迎今仔日来参加第147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主题是台文通信创间期的运动性。咱今仔日进行的方式是要用看图讲故事啦我有准备一寡 slide 邀请陈瑞兄甲大家做伙来讲古安尼啦咱即摆伫即个任务进前也有看到一张相即张相我先讲过啦陈瑞兄你甲来接落去中即个是我啦挂一支即个世界啥物台语文化大赛的badge啦陈瑞兄嘛挂一只这是2019年伫罗米塔南湾长老教会举办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这场我是感觉真特别啦因为咱有特别拜托即个何新安教授爱推荐8个少年人40岁以下的少年人来参加我是感觉讲即个决定做真对啦因长去了后对咱即个台湾运动有真大的贡献包括咱会编即个30年台湾通信30年纪念特刊嘛是为遐来的啦我先讲到道明即位是迄个周清玉馆长咱迄个迄个台语文营拢总有8场8场的即个工作按无共的所在来切入我是感觉迄场办啊诚成功好，安尼，陈瑞兄，你敢有要补充啥物？呀，我感觉即个长期的效果讲起来真明显，就是讲你邀请这8位少年加40岁以下来参加这个运动结果这个真正收成真好啦，实在讲诶比如讲你拄则有讲过30档的特刊啦但是呢，比如讲另外一个更较有运动，更较可能会当更较久的，就是比如讲打到的这个博览会这个台湾博览会甲打到的台湾语文促进协会，种种因所办的活动，拢是这个甲这个会小可有牵连的是，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投资实在收成真好啦嘿。咱迄阵嘛有特别请即个蔡英文总统和迄个郑丽文部长来甲咱开场和即个闭会啦我是感觉因台语拢讲足好，足侪人讲蔡英文袂晓讲台语，我实在感觉讲无影啦因为我私下捌和伊讲过伊嘛台语嘛讲了袂歹迄间伊用迄个录影的迄个台语嘛讲诚好可能是伊有条件去学啦我毋知你感觉啥物款？你甲拍分数拍几分？你台语很强。电力军嘛袂歹啦，电力军嘛讲啊诚好，所以嘛算咱的修行啦好，安尼咱来看，毋知咱内面我阁补充一个，我印象足深的嘛是讲，咱迄个团体上团体上头前有3条空椅迄个也是互我印象足深啦对。我是希望以后咱台湾运动咧聚会时，拢来邀请因3位来出席啦是，真有意义，迄张相翕啊真好。安尼咱在座毋知有人有来参加即场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无？
有我即摆歹势我看袂着恁啦所以恁若有要发言的恁就拍开麦克来讲一下好，若无就要来进入第二章这是迄当时差不多1990年代迄阵仔台语文的情景啦就是1969年国民党开始禁止罗马字本地迄个教会公报煞停刊啦过无偌久因搁再用中文复刊，所以迄阵仔安尼落去，差不多台语文就差不多无人咧刊啦若讲要去投稿真毋知影要去，你若讲有写，你要去投稿，你嘛毋知影要倒一搭刊啦差不多是迄种的情形所以到1977年伫北美 New York 的所在迄个李鸿明搁伫Chicago的所在陈清芳甲伫夏威夷的所在陈良伟因三个做伙来办一份叫做《台湾语文画报》这是1977年的时阵搁过7年即个加拿大陈文雄有出这来学台语到即个89年阮才成立一间叫做台美学校出有2班台语班90年咱开始有即个台语输入法90年共迄个差不多迄个时间伫台湾伫迄洛杉矶有成立一个叫做台文协作会啦到91年较来即个甲台文通信较正式创刊来啦其实台文即摆会当变做甲中文英文共款是变做讲安尼用台文来称呼其实是照我所知是自迄时开始的啦煞变做代表台语白话文的专有名词啦毋过后来即个台湾开始设立即个台湾文学系大家也咧注重即个台湾文学，所以说怎啊甲台湾文学变做台文去啦所以后来台湾文学嘛自称因叫做台文啦但你这讲有啥物要补充？大家来拢会使。小故事，我来讲互大家听，参考听啦即个1984年加拿大陈明雄出版即个来学台语就是要互英语的讲英语的人来学台语啦所以伊是安尼即本册咱迄阵伫台湾禁止台语禁到足严，但是即本册是加拿大政府出钱帮咱互伊出版的所以安尼对比起来实在是一个真深刻的对比就对了另外梁光兄你提出讲即个台文即个字我感觉足有意思因为我看以前即个特别是日本时代即个所讲关于台湾语文即个物件拢无台文即个字啦，拢是台湾话文啦，还是台湾即个字，所以台文即2字出来，我感觉真要紧，对台湾运动真要紧。所以是台文，其实是按台文通信来产生的。较早无人咧讲台文，敢若讲台湾话文，还是讲台湾书面语嘛有啦跟书语嘛还是讲是即个台湾语文对啦，你想讲伫1920到30年代迄阵咧查台湾语文运动，查甲足热的时阵，讨论甲足热的时阵，嘛是无台文即2字出来，拢是台湾语文即款话出来呀。毋过即马你若讲伫台湾啦若讲台文即2字大家的想法是啥物款？是代表讲台湾文学，还是讲台湾文化，还是讲台湾人文敢袂想着讲台文就是一般人啦敢袂想着讲台文是咧指台湾语文台语文即种的想法。这可能看你讲的时阵的场合啦。
看你顶面下底接啥货安尼，呀，可能是互用比做互相通用的物件出来。对，像讲咱咧讲中文吼，大家袂想讲这是咧讲中国文化吼。你讲英文，嘛袂想讲这是咧讲英国文学啊。所以咱台湾还阁无迄个地位啦吼，咱开始有这个概念去，毋过咱这个名吼，伊咱设得真少吼，一个就去互较强势即种的有迄款文化资源的物件吼，甲咱占用去啊吼。好，安尼敢有要阁补充啥物？无要后一张。来，我感觉即个台语电脑吼，对我来讲啦吼，对我来讲，我实在是感觉讲，这对我影响足大啦吼。因为过去汉你咧写文章啦吼，你若要写文章，无习惯用中文咧写吼，开始学着台语电脑了后，忽然感觉讲，这写台文较有真简单诶吼，你著想啥物，你著甲拍啥物，汉字也是罗马字，句仔你紧就拢走出来。所以我是感觉讲，迄当时安尼会当有这个 TW 301吼，虽然是安尼小小诶一步，当然迄当时诶技术含即摆绝对是无法度人比拟嘛，吼，是差不多32、33当前诶代志吼，甚至佫较早吼，毋过一个小小技术诶进步、工具诶改善吼，带动一个文化诶变迁啦吼。呀，这我足赞成你看，这个工具实在是真要紧着啦。你上尾点有讲着讲用中文注音符号拍字出来，敢是台文吼？这个问题，我是毋捌用波来咧拍台文啦吼。但是吼，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敢会当完全拍了100%成功啦吼？会遇着啥物困难？比如讲啦吼，咱台语讲3八啦。你只8，你若要用好拍顺，敢袂有困难？因为中文有8无8这个音嘛。无压啦吼，像压水，这中文是会出来，但是压袂出来，所以我毋知影讲迄个波拍字的时候，伊可能会出足侪小瓦的字互你选安尼啦，所以毋是100%真正确的物件。安尼我的观察毋知对毋对啦。我嘛是袂晓用波拍字啦吼。可能咱听众内面看有人有经验，会当小说明者，拍字出来，甲咱解说一下。我改先看袂到吼，我看袂到恁啦吼，所以若要发言的人吼，恁爱较踊跃的，我袂当甲恁点名吼，恁就是拍开麦克，恁就直接会当讲。我是安尼咧摇啦吼，伊会讲因可能内底翻译啦，就是咱咧写中文文学共款嘛吼，伊生活诶咧想诶遐个人物吼。语境是讲台语啊，毋过伊就无法度，伊就爱用即个中文来写，所以佮翻译一遍安尼，可能是类似迄种情形啦。若安尼，讲要用写全汉字，用即个注音符号来写，可能较有可能啦。你若讲好，要佮用注音符号，要佮去甲拍汉落的文章哇，迄就足计较啊，就可能较有困难。对啦，就是你咧拍台语，你头壳内底要产生台语的句时阵，你爱搁想到转去中文去啦。是诶。你这拍字中讲，你爱相同的翻译就对啦吼。佮我有一点吼，我感觉伊对我帮助是安那呢？本来吼，我一寡台语的发音吼，拢互华语扭去啊，比如讲，迄个啥物，足简单的用字
拢会写讲容易，就迄个容吼，拢会搁加一个 L 起来，啊，像类似即种的情形啦，吼。我发觉讲哦，用即个台语落去拍文章了后，吼，甲足济即个我已经无去的音佫转来。比如讲迄个照讲吼，照讲我住的所在，应该 J 的音还佫有伫咧啦，吼，热心吼，迄阵讲热拢变做 L 去，变做热心吼，我拢甲改过来吼。像讲咱台南腔吼，讲迄个唱歌讲笑歌吼，我拢尽量拍袂出来嘛，就自然讲这应该是爱讲唱歌吼，无照台南音的腔口去写咧。我是感觉迄是文字嘛，就爱照文字的款式去写安尼吼，毋是讲照本身我家己的腔口去写。我敢会使贡献一点？好来，五早五早台语吼，用 purple 吼，我是以前拢无研究过，用新眼光来个看吼 ，purple 是绝对袂用值啦，因为吼，中语4条，咱就8条，中语无落音无甲额。中语无变调，中语无切调，敢若有轻声。咱讲足发拢是切调，所以中语甲台语上大的区别就是个语音的根本的观念无共款，所以我感觉无是免考虑啦。有影，因可能有会爱去发明一寡迄个特殊的符号啦，吼，毋知因的起码，这就爱请教咱的听众啊，请教听众，可能咱遮无人咧用的款。来，迄个来，请罗咧，无好 ，OK， 好，安尼无咱就，咱即点啦吼，帮衬台语思考写作吼。可能迄个单位遐，你可能较无即种经验啦，吼，因为你本地你就拢用手写嘛，吼。我迄嘛会使佫加一个帮即个帮衬即个台语文，即个较标准化去。对，自然你讲迄个腔口的问题啥货？是。所以咱来用济了，变做较标准化去嘛。对，确实是有影，帮衬罗马字学习，我是感觉这实在是足对的，因为咱若教罗马字学了，你无去使用一粒就袂记啦，所以你若是讲开始你有用迄个台语音咧拍的时阵你自然你拍袂出来，字拍袂出来，你就知影讲你毋对去嘛，所以就袂输咱咧耍迄个电动玩具安尼，你拍一个差不多照安尼抄2-3遍啦，照汉字、罗马字对照的文章你用这个水法，安尼个抄2-3遍迄罗马字就自动学起来我的经验是安尼。好，安尼无咱要后一个有要发言的人，我把机会好来。这是伫即个台湾通信应该是第几期？第2期的第3页啦这篇是咧访问即个郑龙伟教授啦。伊当时拄要去康奈尔参加一个迄个汉语的协会，拄来洛杉矶阮特别甲访问。我即篇文章足重要啦即篇访问的文章足重要，因为到尾差不多台湾通信一寡理念差不多是按为即篇文章来的啦所以大生伊伫遐咧分析讲，在1999年迄阵即个台湾语文的普及化有利的社会条件是虾米款啦咱知影迄个咱改严敢是1987嘛
去捌试嘛吼。所以这解严了后，我是发觉迄当时吼，足侪即个刊物拢一直出来，吼。有台湾意识遐组织慢慢拢一直起来，所以是迄阵是台湾的迄个社会领吼，会使讲是大爆炸啦，吼，大爆发啦，吼。所以是包括台湾文化，开始嘛有一寡看一寡迄个台语文的文章，足有限啦，会使讲足有限啦。其实迄当时若有台文的文章，要刊伫报纸迄个足会使讲无报纸会甲你刊啦。为了例外是自立晚报伊有设即个叫做台语点心档可能毋知限伫在200-300字还是500-600字以内一个专栏迄是唯一的例外啦迄当时嘛无8点档的迄个电视嘛是无台语啦我印象是安尼啦迄阵啊梁伟是讲几个有利的条件啦即有条件，但是即摆佫转来甲看是有影，这是有利的条件。毋过到这时的时阵，你若讲民主会当带动即个民众对平等权利的觉醒毋过到当来，咱台湾嘛无啥受到抵用着咱可能发展100倍毋过相对起来，咱是按迄个开始可能甲1，你若甲100倍嘛，较出100尔迄中文的势力是愈来愈大所以这嘛无算偌有利啦对啦，这个台湾解严以后产生民主化这个物件我想是会使讲小可奇怪啦因为这个民主化，照梁伟这个讲法啦，民主化会帮咱这个台语文运动，这无毋对，这足对啦加载啦加载台湾通讯甲近代这个台湾的这个语文运动拄好坐着这班车受到民主化的庇荫才会当一直继续落去。但是呢，这个民主化台湾至少啦，台湾的民主化这个过程无培养着台湾意识啦，还是讲真少啦台湾语言意识啦，我咧讲语言意识所以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甲语言意识无共速度咧进展咧改善啦所以这是台湾的这个真可惜的所在，解严了发展真可惜的所在我是希望讲将来台湾语文运动的力会当佫甲台湾的民主化佫较杀互较安定、较成熟起安尼啦。这第2点伊讲本土意识提升社会对台湾历史、台湾经验会开始重视啦我即嘛拍一个 question mark 啦我即摆嘛足侪人伊开始足重视即个，伊会感觉讲这语言是工具不要紧咱有迄个意识就好其实是用即个中文的意识还是讲华语的意识，还是讲普通话啦的意识来咧论台湾问题这但是你感觉讲安尼的时阵，我是感觉讲这个是真对啦但是咱台湾的民主化有一个咱看无到的所在，就是讲虽然民主化但是无完全去实名化啦就是讲咱这个民主政府内面实名者的权利也足大啦所以台湾的民主化甲其他国家的独裁的民主化小可无共，其他国家的敢若单独的独裁变做民主的时阵
甲咱的情形嘛，因为咱的比独裁演倒了后，即个市民也未演倒啦。啊，伫别个国家敢若是独裁，但是无市民即个打的时阵，即个独裁演倒了，伊的发展甲咱台湾就无相像去。啊，咱台湾叫差去，就是咱有两点的困难。第一是独裁，第二是市民啦。啊，咱独裁演倒了后，即个市民的管理也未完全去杀掉啦。所以即个戒严令以后民主化以后的发展小可去互偏差去啦。所以两位的讲法去互小可走进去，就是安尼啦。我相信原因就是因为咱也未去市民化。我想这是根据38党的即个戒严法所以咱本土的即个人民真正有限搁落去可能会讲到遮啦毋过这互我想到讲，迄阵有一个叫做正名运动啦袂是讲台湾的，即摆若是中华民国的名，甲改做台湾一切就拢 OK 即种论述我是感觉讲，伊无去注重着实质原来是搁继承是即个中华民国的实民政权，你甲改名改做台湾，安尼敢基本上咱台湾人敢有偷放安尼？我讲台湾文化像台语文化敢有受偷放毋知单位遐你对即个正名运动即种的论述我咱就台湾个欠一个名尔，台湾中华民国只台湾就独立嘛。呀，这是对啦。毋过讲还讲啦实际是，若是即个市民遮的势力伫政权公权内面也存在的时候，你名改来改去拢无，并毋是遐尼要紧啦。我是认为安尼啦。所以你名改了但是人内底实际咧控制市民者的控制伫遐，你嘛是改名无虽然咱看起来较爽，毋过对实际的影响可能无遐大啦。过来即点即个影音设备普及即点你感觉啥款？当然这真明显啦，个咱嘛使增加讲其他的资讯的科技的普及。是，若无咱嘛袂当伫遮开会。对啊，是啊，过落去即点你讲这现代人为科学会发达对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即摆咧讲双语教育，伫台湾嘛是咧讲双语教育，即摆个双语教育所变做是英文含化，中文。这就是一边势力伫内底咧操作啦。所以你口号画来画去，实际的做法佫无相似啊。所以两位遮的讲法拢对啦，但是伊无有聊到咱台湾改念了后，除了民主化以外，咱的知识文化有较失败啦。是安尼款的啦。伊讲的遮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对，拢是独裁国家变做民主国家，这完全无问题。但是咱台湾抑佫一个打也未单调，就是市民者的即个打咱也未单。咱是一项有了单，毋是讲做一个拢单去安尼。第5点啦咱讲了有来会互即个咱的观众咱的听众有机会当发言啦所以咱若讲了先请免细字你麦克拍开，大家来讲因为海洋文化的特色受肯定啦所谓海洋文化就是讲，会使讲文化是安尼
一站一站踏起去啦，吼。啊，这点我就一直咧，互我想着讲，若是照这种理论吼，变做讲伫中华民国统治的台湾这段文化吼，咱要哪处理吼？是要甲伊当去杀吼，还是讲嘛是变做讲当安尼一层一层搭起去、搭起去吼，啊算较样合适的吼，来产生一个新的台湾文化。毋知陈理兄你对这点有？这个汉语文化其实伊表示的意思吼，其实若用毋是地理的说明啦，吼，毋是汉语甲大陆这个说明，吼，应当是这个汉语文化表示讲伊是开放性的，吼，啊包容性的，吼，就是讲对新的物件伊开放啊个包容，吼，真容易接受。这是咱所讲的汉语文化的特点啦，吼。啊，美国咧，美国是大陆，但是伊是汉语文化，伊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啊，中国当然地理上伊是大陆文化无对，但是伊的性质是拄甲包容、开放拄倒边，伊是足保守，吼，啊，足排斥外面的物件。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甲台湾文化的对比啊，甲冲突啦。啊，咱台湾伫中国政权统治的中间，拄好就是这两个文化的冲突。啊，真不幸啊，这个咱汉语文化开放性甲包容性的文化，至少60-70档拢叫中国这个真无包容性、真排斥性的文化去压制，安尼，我是安尼看的。你拄则讲到即个英文啦，吼，像讲即摆即个英文，迄个英文咧对即个外国文化吼诶处理吼，因拢有时拢直接借迄个音入来，吼，譬如讲即个朱拉米。迄日本的迄个照日本的迄个音安尼落去写吼，啊像我迄个磕头外交吼，伊就直接就写磕头，磕头，磕头吼，啊甚至有一寡即个词啦吼，像迄个法语的外来词，伊直接照法语吼、拉丁语，佫较免讲吼，用医学内面咧，足侪拢用着拉丁语，所以是即个英语会使讲是。大量去接受着，讲毋是英国人，毋是美国人的即个外来词吼。啊，较早咱台语嘛有即种的现象啦吼。啊，不过即摆佫落来，就是讲伫中华民国来了后，即种汉语文化特色，较怎啊无去啦吼。啊，其实我拄仔要问的问题就是讲，咱即摆开始要来建立吼，要来发展咱的台语文啦吼。啊，所以若是讲照这可能有两种无共款的思考啦吼。一种就是讲中华民国以下这物件拢歹的，啊，所以伫中华民国这个社会文化活动吼，甚至是毋是政治来干涉的，自然发展的事，咱嘛尽量会甲摆脱啦，吼。啊是讲咱就是有一个汉语文化的特色，就是讲这是遮个。过去这70几档，咱民间嘛是搁咧生活吼，啊，而且个物件的时阵，咱要那个对待，哦，是毋是讲离即个过去遮加减啊社会咧演变，加减啊会去互华语影响足侪去，啊，去互华语影响去遐个语词吼，咱要哪甲伊对待啊？还是要完全甲伊摆脱？这吼。这咱台湾人家己会当解决啦，吼，咱若有家己的语言政策，啊，依照正常的社会甲国家上，咱台湾人足够解决即款问题。你啊看，古早咱台湾人咧对待，咧吸收
外来语的方法足济啊，拢接受甲足水气，对啊，上主要我感觉就是讲，莫有即个实名的力量来干涉即个真自然的即个过程啦，语言变化的过程，这点我的看法是安尼。拄则有啥物人要发言吼？哎，好来，是，你先讲。好来，我的看法是，这是到尾拢是牵涉着即个文化平台啦。咱会主张咱的遮物件，你若无文化平台甲咱报咱甲即几个人伫遮咧讲，根本就无效嘛所以到尾讲到尾有若是即个咱输赢的，有若是伫即个文化平台顶头。来，李教授，请你讲。我佮提一点来请教我感觉这个语音呢是语言之本啦未晓写字以前就有语音啦，语音就是传达文化台语的语音参中国话的语音是完全无共款啦尤其是这个什么支持是机器是这款语音伫高山大海讲袂出去啦因为高山大海较较要紧，讲这个咱讲话的声波，就爱直接传出去，莫互海风影响着。所以台语是非常的高山大海的语音啦，这是我家己想的因为这点呢，我感觉既然台语是语音这么水，这么重要这个台湾的海洋文化的特色，我感觉是真要紧的一点啦，讲得真对。好，多谢。敢有人搁要发言无？要来走入后一页台语文发展的即个不利的条件啦阻碍因素我想这到暂时拢无啥改变甚至愈严重啦中学生袂晓讲台语的比例真悬我是即摆是比30当前搁较严重所以这是台语文化面临灭种的危机30几当前嘛是安尼讲即摆我想是还搁较严重敢会有转变大趋势敢会改变啦爱看台文敢会普及化学校敢会当有正规化的台语教育？毋知在座有啥物款的看法？这台文普及化，我是感觉足重要啦比如讲，足侪靠即个知识经济咧生活的知识分子因接触到的即个来源读的册是中文册所以头壳内面就习惯用中文咧思考，所以这要变做要来接受台语伊若用即个中文来建立伊的即个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要搁建放弃中文可能是不只啊困难啦所以是台文敢会当普及化？会牵涉到讲台语文化是毋是会灭种我台文要会普及化，到尾讲倒转来嘛是即个体制即个政策所以是敢若是无解台文最近是会晓写台文的人，我想讲照我的估计是比咱台文通讯拄当创立迄阵介绍加要几万倍还是几十万倍迄阵是无啥人咧写嘛，逐个人拢是敢若拢用中文来咧论台语足重要的代志，但是会使讲无咧写的人我看足人少，迄当时足侪
投稿的吼，写来台文通信的，作者是因第一篇的台文作品啦吼，所以我的估计是可能有即马超过几万倍，还是几十万倍，毋过甚至是安尼，咱甲中文比起来，还阁是毋知有呢1/1000无，我毋知，你无人去统计啊，但你毋知，你毋知安怎想法？这个台文发展的这个阻碍因素吼，看这个看无共阶段的这个情形啦。比如讲，咱30当前的阻碍因素，甲即摆阻碍因素都真非常无共款吼。啊，假使讲咱即摆是咧讲咱现代这个遮的阻碍因素吼，啊，咱倒过来问题就是讲要安怎来吼？有啥物大方向要会当来突破这个阻碍啦吼？啊，你遮列出来吼，照我来甲想啦，我想有两条路爱行啦。第一，就是学校教育爱正规化，台语教育爱正规化啦，这是咱爱争取的、爱拍拼的一个大方向。啊，另外一个大方向就是咱家己吼，台湾人家己政府以外。咱家己都爱安怎？第一，咱爱家庭内面台语生活化，吼。比如讲，你做爸母的人，这你家己会当做的，毋免靠政府的，吼。啊，叫阿公阿嬷来斗骹手来做，伫家庭内面来做起。这咱广东人的母语就是安尼，因伫厝内一定拢是因家己的话。啊！你囡仔生出来的即个环境内面，伊自然伊的台语都有经历啊。哦，这是第一。第二，咱踏出家庭以外，社会上，咱爱拍拼嘛是爱鼓舞讲，咱的话爱社会爱生活化。哦，啊，要安怎做，迄是迄个技术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大方向，第一，吼，咱爱争取台语教育、台文教育正常化。学校体制来，啊，另外一方面呢，家己个人拍拼会到，就是讲爱生活化，吼，为家庭做起，到社会生理场种，吼，这讲是较简单啦，啊，做法当然真侪种啦，吼。即摆伫台湾有一寡台语家庭吼，迄个妈妈，我实在是足甘心的啦吼。啊，我感觉伊嘛是足有。嘿啊，你像迄乌妈嘛，迄就是生活化。是啊，吼。台语生活化，因家己做会到，因咧做，嘿。对啊，啊，你若是讲因遐囡仔安尼，吼，啊，会当完全要用全台语落去生活，因受到的迄个困难吼，实在是足难去想象啦，吼。对啦。啊，你讲即个，你敢袂记得咱即个第2届吼？世界台语文化营，咱的主题是啥物款？你敢会记得？你耳曼迄场。敢是体制内台语教育啊？啥货？对啊，应该是迄个正规化的台语文教育。促进正规化的台语文教育。对。吼，啊，迄阵咱就有即种的想法咧，吼，啊，毋过到肥火车嘛，吼，啊，毋过咱就是爱有即种的信仰啦，吼。我讲虽然是咱对的代志，咱就去坚持，吼。啊，咱就是安尼吼，啊，会发生安那，到尾迄毋是讲咱一两个人的责任啦，迄是规个大环境啦，吼。对啊。好来，咱嘛是开放吼，看有人要发言无吼？恁着麦克拍开，直接讲吼。我搁讲一句会使无？会使。真诶吼，因为我即马想来想去吼，英语是足歹诶语言啦，真无规则。啊，迄写出来、拼出来字安怎发音，啊个文法足无规则，是真歹语言，足歹学。啊，法语嘛是安尼，啊西班牙语嘛是安尼。啊，古早讲鲁迅讲中语都爱消灭汉字，即马中语嘛是真流行，所以人类语言要会行，
是政治问题啦，是势力的问题吼，是强势的问题啦。啊，所以咱即马台湾的状况吼，咱会当伫体制外会当做尽量做，将即个境界保持好好势。但是我感觉台湾文化台语的上大的程度应该是入联合国啦。哦，啊，头拄啊，段瑞兄讲正名台湾即个种种困难，啊，单单改名本身是无偌重要，但是将即个名甲改起来，嘛是向迄个方向的一大步啦。哦，安尼若改起来以后，对台语的教育应该有会帮忙啦。啊，即马咱政治方面拢向拔掉掉，咱语言去互政治拔掉咧。啊，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讲啊，体制外吼，任何方法拢拍拼吼，甲留一个根啦。很有影哦。而且使讲咧传咱我的插一句，我拄则讲正名的意思，就是讲正名当然真要真好，啊，佮真要紧哦。但是吼，无保证讲正名了后一切会顺遂。我意思是安尼。以外还佫做者当然正名是真好啊，真要紧啊，嘿。呀，会使讲干是个开学典礼安尼尔啦吼，干一个起点尔，但是对啦，无保证讲你以后会无保证讲来得顺遂啊啦，吼，会当照你的名安尼就去做，无保证，嘿。你著迄世个语言，不管你语言偌歹吼，若有势力，即个语言就会行啦。因为吼，人类你语言偌歹，人类的头脑要会当处理啦。人类有10 billion neurons 吼，要会当处理，但是会当处理无表示讲这是好语言。啊，但是不管好语言、歹语言，不管你发音偌歹吼，势力若大，伊就会通啦。因为人类抑阁会当承受即个 abuse 吼。什么这是无法度啦，足歹语言，但是因抑阁会通咧。啊，英语嘛呢？我是感觉讲要讲语言好歹，即个是较困难，其实足困难啦吼。因为吼，即个语言的产生哦，是一群人伫因生活的环境内面，要应付即个生活的环境内面所需要，要互相通想法、感情，吼种种有迄个需要时，因所产生的即个声音嘛。吼，啊，经过几若千单，几若百单，几若千单，安尼温疗啊，接起来即个发声的即个功能嘛，吼，所以讲好歹实在是歹讲啦，吼。但是你若讲即个语言上带适合即个族群的需要，安尼就对啦，吼。啊，即个族群的需要的声音，甲别个甲文化，吼，甲别个族群，伊的环境无相顺，伊无共，吼，啊出来语言就无共，所以我是感觉讲，对某一个族群来讲，伊的语言是上好的族，但是对别个族群来讲，无一定，吼。我是用安尼看法啦。对，非常赞成。我是干那想到一点，咱家己的语言还是任何语言，你若发现讲这就是咱的语言以后，若经常要教学生的时，要教囡仔时，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吼，有若得爱有研究啦，因为教育有若是科学啦，哦，这是迄个讲，当然语言是人讲出来，但是讲了要那个整理出来，这就是世界任何语言拢嘛有咧教，因的语音吼，迄个规则有人拢家己有咧教啦。英语有咧教讲因的过去式是ED，阁有不规则吼。即款啊，咱台语早暗有若会感觉变需要教的代志啦。啊，目前当然是要讲出来上要紧。我会记得吼，吴明祥吼，捌讲过吼，是讲到尾啊，即个语言吼，会大袂大，含伊经济势力关系啦。
你若伊经济活动济吼，你逐个人你就是伊经济实力强，伊就会迄种语言就会较兴啦吼。英国无怪啊，伊诶英文，迄阵伊诶，敢若伊去统治世界足济所在，拢讲英文所以英文伊即摆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要领受吼，无共款诶腔口诶能力足强啦，比如新加坡诶英文印度人讲诶英文，还是讲非洲讲人诶英文因拢无问题拢虽然是讲无标准，但是拢互相通甲够好势所以我是感觉咱台语嘛是爱有迄种诶忍受度啦小可无准确袂要紧安尼变做讲愈杂种会愈强啦即摆英文就是足杂种嘛所以伊安尼一直 mix in 会愈强。赞成。好，安尼，佫有啥物要讲无？来，咱后一页伊讲这经济经济无乐观啦第一就是讲国民党的保守分子将甲教育权即摆国民党变做民进党叫做民主进步党这相对的，你若变做讲一寡咱台语文运动者，伊会感觉讲，伫即个语文的顶面，因变做民进党的民主保守党去伫即个语文的顶头安尼第二，在野资源有限会使讲即个民进党的资源可能嘛是抑阁有限，无去想着无力去顾着语言的问题这大家会当来讨论看觅第三这可能咱会当家己检讨是讲台语运动的力量过头分散互相对抗啦伊下骹伊阁有讲几项原因先咱本身较会互相对抗就是讲无了解台湾历史的传统欠缺现代语言学的知识第三点是讲对组织分工的合作经验无够来第四点，这点我嘛感觉讲可能诚对啦因为台湾人毋捌有家己制定教育政策的机会，无共同的文化教育经验好，我讲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三点以外我想可能若要较刻薄咧加一个第四项，就是讲咱台湾人这个语言意识较薄啦，欠语言意识，还是讲欠母语意识，当然，咱台湾人是安那变做欠语言意识、欠母语意识。当然，迄个原因你若要去追究，可能顶悬的第一、第二种拢是有牵连着，但是可能若加落去会互咱台湾人觉醒讲咱家己有一寡责任毋是讲逐项拢落后政府这一点我咧想敢对啦就是讲台湾话即个物件应该是伫差不多日本时代迄当阵就慢慢经过即个虽然是日本统治啦毋过台湾社会内面经过通婚啦贸易这自然的条件已经慢慢整合做一个台湾话啦所以真侪客人会晓讲台湾话，真侪原住民的人嘛会晓讲台湾话所以当时就是讲，日本时代可能是日本话
含台湾话会使讲是台湾的即个地区社会通用语啦吼。所以台湾话形成吼，其实是将来毋捌讲有政治的压迫来形成的吼。毋过即马有一寡原住民还是客人，伊会讲哦，阮就是互恁台语压迫但是这伊无去想着讲，这是即种压迫，这是文化演进演变自然的结果，还是讲是即个台语的族群因有政治的即个决策权去甲压迫着。所以即点我是感觉讲，咧论即个问题的时阵爱分开来讲。正讲真正讲有想讲要用即个台湾主体来看即个语言的问题。当然是大多数的即个语言爱用当做迄个地区的通用语嘛。毋知我咧想，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好，若无咱后一张这要点啦我想这是较无，这嘛是咱即摆咧努力的即个方向啦台语文的发展的要点就要有政策啦咱即摆上欠就是欠一个足明确的政策本地我会记得咱即摆有一个政策，就是讲迄个啥物款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是离差不多90年还是迄开头就开始有一个叫做语言平等法嘛一直拢煞无过即摆变做一个语言发展法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一直讲多元，但是伊无去注重着即个比例原则即个文化资源的即个分配嘛做人无平等所以是即个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嘛是佮对台语族群做人无公平。你若讲看即个资源的分配我是感觉佮无够即个政策抑阁是对台语文虽然即摆有加减一寡加骨互咱客啦但是整个讲起来拢抑阁拢抑阁足少啦倒我有看到惠娜，你敢是要发言咱即个即个媒体版面爱有台文这我想咱抑阁无法度通拍破。咱即个刊物拢是台文的刊物，拢是柯树林伫遐咧维持即个报纸媒体改成是，照我所知是足少台语教材慢慢有啦台语电视节目慢慢有幼稚园开始国家教育、国级学校爱有台语文教，即慢慢有，但是迄比例拢抑阁是足无成比例啦袂输是做一个样板安尼互人看安尼尔台语文学咱即摆日文学上的成就可能是较有啦有大发展啦即个台语研究机构本来是数量较济若无就是若设入去，到底是要用中文背景的做主体还是讲咱用即个台文背景的做主体迄嘛拢抑阁足歹讲我是建议讲，佮加一个，可能会使加一项，也是放在政策，你已经放伫政策迄个啦部分，就是讲咱台语还是母语普及为家庭做起啦。对，家庭做起。因为家庭足要紧的，你从囡仔出世开始，就是语言教育开始，实在是安尼。
迄是咧教语言、教母语上好诶时阵，是伫家庭。好，即摆要有互即个家庭有教台语诶动机吼，有若爱互即个家长吼，感觉讲这台语是有继责任，续生存，有责任，会有迄个前途啦，吼。啊，这嘛会影响政府诶政策，比如讲迄个电视台、台语电视台，伊诶节目应当爱有一寡伫家庭囡仔爱袂去上课诶囡仔会当看节目，这嘛会影响到即个家庭以外诶即个台语政策啦。拄则咧讲这，我想着讲吼，咱有时咧讲啊，咱这台语会袂忘啊，一直讲吼。啊，这对即个家长吼，一般诶家长要使用台语来教囡仔吼，有啥物款诶影响？咱会想着讲，哦，台语强要无去啊吼，啊，咱爱赶紧来甲救啊吼。啊，毋过一般诶台湾人，敢会安尼想？敢会想着讲，啊，既然台语都要无去啊，我是当要教我诶囡仔，吼，啊，咱即代安尼会晓讲就好啊，后代就毋免来，迄个拢变做中国诶世界、中文诶世界啊，敢有即种可能性？我当然有啊，所以讲，迄就是讲，台湾人就是欠语言意识啊，还是讲母语意识啊？为什么咱家己诶语言遐尼要紧？咱台湾人一般讲起来，可能伊过去诶教育就是安尼，是敢若交通诶工具啥货种种，伊就讲即个母语诶意识真薄安尼啦，所以讲嘛，有时仔嘛爱较乐观诶吼。我不是拢讲遮悲观诶论啊对啦，当然诶，爱论调吼，无一定是好。后来咱要摆咧第后一页吼。OK，这我想这个难过啦吼，现代语言学诶知识包括啥物我难过吼。即个吼，现嘿，代语言学吼，你遮列出来，我感觉也欠一项，嘿，就是因为咱台湾人诶语言甲政治诶即个经验，我感觉会使佫加一个语言政治学啦，也是政治语言学，专门来探讨语言，啊甲政治诶关系啦。呀，这放伫政治系也会使，放到语言系也会使啦，对，这可能应该是语言政策政治学啦，吼，呀，政策方面，语言政策，吼，啊是讲语言和政治诶关系啊，对，互相诶关系。好，安尼咱后一页吼，即点吼，我是讲要足对啦。咱台湾人诶台湾社会吼，中国语文传统诶包袱啊，伤过头重啦。啊，这拢咱拢真困难去避免啦吼。这毋是讲国民党时代啊，吼，这清朝落来，迄经过几啊百冬啊，吼。啊，毋过清朝遐，我想是也是可能是有要去考状元的吼，一般诶民众迄差距足大吼，伊大部分诶人，像知识分子含即个一般诶民众诶迄个语文背景吼，差诚大诶款啦吼。啊，即点较趣味就是讲，大部分诶台语专家吼。浪费真侪时间伫咧语言的研究，吼，咧研究即个字安怎来吼，啊，台语标音法的改良的发明，吼，啊，这确实是安尼啦，吼。听伊讲是即个台语音标，我看几百套的吼，伫台，其实因家己也无咧写，啊，有咧规定即个汉字要安怎写遐个人，伊嘛是用中文咧写，吼。用中文咧主张伊诶理论吼，安尼就无实践啦吼。这是毋是一个咱一个包袱啊，浪费伤侪时间伫遐。哦，
个这点可能这小可较专业性去啊吼。就是讲中国语文的研究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互相冲突啊，冲突吼，引起无真济无必要的争论吼，浪费足侪时间伫咧争论这个方法啦吼。好来，咱即摆来讲较积极的，所以台湾通讯创刊迄当时吼，我想就是差不多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啦，真大胆吼。介这是理念是安尼啦吼。我是想讲，这是有四项理念啦吼。一项就是讲要迄个传咱台语文的乡会啦吼。讲较白话文的，就是讲，即个爱有即个台湾语文吼，主体性台湾主体性的台湾语文啦吼。咧传的是即个，咱是相信讲台湾本地就有文字吼，咱需要去甲伊普及化，去过去的基础的中间来发展吼。第二项就是桥啦吼，桥就是讲，迄当时根本就大家拢家己做家己的嘛，因为你研究台语文有可能会去互人压迫啊吼，叫政府掠去关，也是讲对你不利安尼吼，所以大家人拢点啊做吼。第三个参与就是讲会当鼓励，咱就爱大家鼓励家己来写，家己来创作吼。介绍咱有一份小小的刊物会当去发表吼。迄当时的情景就是讲，你甚至你有写台文的文章，嘛无为人去发表吼，所以介绍咱一个小小的刊物有一个开始吼，会当有一个发表的空间吼。第四项就是讲咱大舞台吼，互人来做伙吼，做伙来参与吼。咱无一定爱伫舞台顶的人吼，咱嘛是伫咧会当伫大舞台伫台仔骹吼，咧共拍鼓仔遐个人吼。所以就是有即四种的即种的理念啦吼。这台语文吼，这个是即个下暝迄阵因要公告即个30档吼纪念台湾通是30档纪念特刊吼所做的一个迄个咧放咖啡啊，放茶杯。这 logo 足水啊！足水的吼。有人，咱有一个牧师吼，记录站牧师，伊是讲吼，咱台湾通是啥物？即个辣条内面，即个辣条内面咧吼，一只雁鱼啦，而且咧经产啦，是迄种的意思啦吼。这是团乡会吼，这是一个参园吼，若这看起来个倒变过来嘛，做成一个桥吼，还是一个舞台吼。所以是若讲要传台湾语文、台湾语言文化的乡会吼。我相信较简单讲的，就是爱用即个台湾主体的台语文史观啦吼。若无，你就是用汉文史观去甲看吼，迄个佫另外一种的做法啦吼。好，安尼敢有要讲无？咱要进入后一页吼。咱来用即个台湾主体吼来看台湾语文吼，其实是咱伫即个17世纪的时阵，咱就有文字啊咧，吼。迄阵你来看，这是荷兰文和新港文吼，新港文是即个西拉雅的一社吼，新港吼。迄阵就有双语圣经吼，遮有新港文荷兰文做伙的圣经，改成是即马因有翻译即个马太和马可吼，即马即个伫即个荷兰吼会普马太福音，
所以讲即个台湾自古无文字，这是足无正确的啊！这自早就有啊。咱西拉雅人敢毋是台湾人，敢毋是咱台湾人的祖先之一啊！即种的语言拢总用超过150档即个契约咧契约，这是汉字，这是新港文。一种文字会当发展到讲用变做法律语言迄若无简单因为法律语言爱足正确嘛。较毋是讲干那讲口语拼音，想着讲拼音安尼甲写落去，我想是绝对毋是安尼应该是法律语言会比文学语言的要求爱搁较精密但是你毋知有啥物看法对这新港文。我是感觉，阮哋即个用台湾语文为新港文讲起，即个看法，我感觉足好啦，呀，即个嘛真正确啦。其实讲那为咱台湾主体性看法。所以这互咱一个境界呢，你讲有文字落去到尾无人讲，即摆嘛是翘去无大量咧使用无社会基础大量咧使用嘛是无去安尼所以就是讲，咱即摆即个论坛鼓励用台语来讲这嘛是嘛是有即个原因啦鼓励大家平常时爱生活化，爱有讲台语毋通讲干那讲即个表演的时阵用台语生活中就无用台语来后一张这是1985年即个府城教会报创刊这咱迄阵就开始佫有咱台湾文字的传统开始其实是这我想无应该讲时间是1885年，可能是1875，迄当时就开始咧用白话字啦这是咱台湾人的即张图啦这是拄要印即个台湾通信30档纪念刊的时候，下面叫我送一张相我特别翕即张相即张相是阿克咧咧操作即个台湾的第一台的印刷机壁壁伊即张图真有意思啦是讲伊顶头雕到画两个地球有无就表示讲即个文字带来阿克咧带来，毋是干那讲咧传教尔，将即个现代的即个文明传到咱台湾即两张是较迄当时的福音传单啦这才有写一个自叮当迄就是迄当时的即个教会公报社安尼这嘛是文献啦这是干那读即本大外科看互学迄当时就会当去做医生但是有看过即本册？我看其实咱对医学的水准看起来是真悬即个台外科看互所写的即个医学水准是足悬。伊遮个插图你想伊是拢为着即本册家己画的还是讲有别人替画？这我就无啥知影，我相信伊是厝人的专科，就讲解剖学的图来摕来，来看的。我想是安尼啦，你要画这医学的迄个插图，敢是嘛无遐尔简单嘛你爱有一定的知识，迄拢是专业的专业训练较有法度嘛所以咱迄当时就是白话字的文明伫台语应该嘛是相当现代化啦和世界其他的语言来比咱嘛是算讲有对着即个白话字嘛，对着迄当时的即个文化，虽然较慢啦但是嘛无偌慢啦。
好来，名呢吼，这吼，数学课本嘛有白话字写。两英中学较早初期的即个课本吼，是用迄个笔算的初学，数学课本嘛是用白话字写。过来吼，咱台湾的即个台语的白话文运动吼，比迄个欧式搁较早13档啦，是李春生发起吼。这个是安怎讲？你知我小来插一句啦吼。李春生咱拢知影大稻埕的这个地号大生理人吼，赚足侪钱，伊是真早的这个基督徒吼，所以有接受到白话字啦吼，但是呢，伊这个白话文运动吼，是比欧式较早13档无毋对。伊个是安怎讲呢？就是伫这个这个欧式的白话文，就是1920几，1917啦吼。李春生吼，伫伊的教会吼，北部的教会，伊是一个叫做啥北长老中会的内面吼，伊伫即个1904年就提议啦，提议讲吼，咱即个会议记录来用白话文来写啦，吼，就是用迄阵的汉字诶。白话文，毋是文言文，毋是汉文来写，正实有影，为迄个时阵都有即个白话会议的记录，白话文的会议记录。所以咱咧讲李春生，咱台湾的白话文运动比欧式较早13档，是即个意思啦。我有听到赞成遐要发言吼，伊咧准备赞成遐可能上解了解。伊咧准备中，我来插一句啦吼。我捌听梁伟讲吼，讲较早即个教会的议事录啦吼，那白话字和汉字的中间吼，意思有无共的所在吼，爱用白话字的版本做主啦，甚至即卖的即个迄个现代台语圣经吼，伊头前嘛安尼写吼，伊即卖。咱可能有人毋捌看过一本圣经，足厚的一本圣经吼，叫做现代台语圣经。伊迄是倒平白话字，正平汉字，就去互相会当去对照啦吼。毋过伊伫头前咧说明的时阵讲，假使若是白话字和汉字的中间意思有争差的时阵，用白话字做准。因为即摆就是讲有时你用汉字去写落去的时阵。意思怎啊走进去吼，会有迄种的情形啦吼。不歹势，赞成呀，请你来补充。我拄啊是阮陈瑞老师哦，拄伫顿底讲个几年的时，我向查过，伊迄表迄个五四运动是1919年啦吼，因遐阵啊有开始做叫做白话文运动啦吼。咱遐阵啊，即个热河吼，遐游伫厦门嘛，小可有去互影响着，所以伊嘛要推萨即个白话文啦吼，就是台语的白话文，就是迄个字用台语读出来，无字是用台语音乐读出来，但是迄个四角鼓是四角鼓迄个字安尼。到尾甲迄个文化也要成立的时阵吼，蔡培慧讲吼，咱过去吼用迄个教会迄个白话字啦，来做咱以后推广台湾文化的一个指标安尼。毋过遐阵啊，迄个蒋渭水吼，甲热河吼，因即个天度真悬啦，所以讲哦。
因就感觉讲啊，早4甲2都真好啊，安尼。所以迄当阵啊，就是讲先有迄款迄个汉学水准的人吼，啊，甲即个所谓的咱迄个白话字吼，甲伊推翻过安尼啦。啊，所以就影响讲迄当阵啊，迄个对即个文字发展吼，啊，从行对另外一条路去安尼，无讲150年前哦，迄款的迄个先拜留落来遐个文字哦，无甲利用啦安尼啦。迄有一寡历史的原因，啊，甲即个文学强势吼，两个伫有所啊吼，啥人有较强的一个结果安尼啦。啊，这也是咱即摆的。咱这历史啊，就是咱的命运安尼吼。我是我所知安尼尔啦。多谢赞成呀。但你这个题目吼，1920年到30年中间的这个台湾人咧关于台湾文字要安怎写这个争论吼，啊甲思考吼，是足复杂啊足深刻的吼。甲咱即摆所讨论的咱现代台湾话要安怎写，要安怎迄落做一个足好对比、足深刻的对比啦，吼。拄则赞成遐讲的无毋对啦，迄赖和啦，过秋生啦，吼，因即派拢是汉学底底足深的人啦，吼，足深的人。因会当开始讲要想讲台湾话吼，要家己文字化，吼，虽然是用汉字，迄个骹步安尼踏出去吼，迄东是足难得的啦，会足难得的吼。好啦，我讲到遮就好，以后也有机会通去讲较济的代志，关于即个20年代甲30年代台湾。即个台湾话文、台湾字的即个运动吼，甲争论吼，是一则足深刻的代志。咱要了解咱现代台湾语文运动吼，那一定爱了解迄阵的争论啦吼，因为甲咱即摆有足相像，啊，佫有足无相像的所在。我想讲要请问各位先辈吼。迄当阵啊，王玉德吼，伊发明的迄套吼，迄套迄款迄个系统吼，啊，甲即个郑良伟吼教授，伊迄个系统啊，因两个毋知有相连哦，相关联的关系也无哦。我是讲就想要请教先辈啦。照我理解吼，郑良伟伊并无发明家己啥物系统啦，伊有一寡建议啦，吼，毋过伊拢无发表啦。譬如讲，伊像讲，若是迄个 IE 的吼，就讲迄个英文迄个 IE， 到尾是讲建议用迄个 Y 来代替啦，吼。一寡 U 要连音的时阵吼，迄个 U 的音吼，会当用 W 啦，吼。事后我嘛讲，这安尼是完全拢无冲突，嘛袂歹。但是伊的理念就是讲，咱已经有文字啊，文字你歹嘛是歹，不管好歹，就是咱的文字传统啊。语言学家的即个责任吼，就是讲去记录迄个文字，毋是去发明文字啦，吼。所以其实是伊并无主张啥物款的即个文字系统吼。王玉德吼，咱确定若有机会讲到遐吼，伊到尾啊，伊伫世代会的中间，伊主张讲爱甲即个伊所发明的改成是5套的款，遐规个拢单起上。该用教会白话字。伊迄北长真快咧吼，北长真快。伊毋是教会人啦，我有毋是教会人，所以伊做得到阮迄个东京帝国大学的阮迄个博士学位咧，
摕这套出来，表示讲伊这套嘛是真科学化，受到国际认定啦。呀，伊甘愿讲为着团建吼，为着台语以后前途，伊家己迄套等去散吼，这足无简单的人啊。对，无简单嘿。呀，对啦，无毋对啦，王玉蝶迄阵5套啊6套啦，像讲伊第二式叫做二式，就是讲即个白话字传统的白话字中间的即个联合拢取消啦。吼，这李大文通信嘛有看出来，伊的样本吼。啊，即个我是安尼看啦吼，真加在啦吼，王玉蝶甲郑良伟吼，因是算做讲近代真正咧推杀汉罗吼，因为因知影讲迄阵咱即阵台语的精神吼，汉罗上界要推杀上界好用啦，要推杀台湾话甲台湾字上界好用。因为全罗马字又行推对，无迄个客观的条件啦，吼啊，所以伊是安尼啊，为着即个呢，伊就是甲咱伊家己设计，伊认为语言学上较合理的写法，暂时放掉。郑良伟嘛是安尼，暂时放掉，咱随先来推杀即个传统的汉罗，吼，安尼吼，即是即个关系啦，吼。啊，我是认为讲将来吼，咱白话字若定根有在了后，普及去化了后，若真正有语言学上真困、真有需要的时阵，要甲改进修改吼，我赞成讲即个机会应当有存在啦，吼啊，咱毋是讲即个白话字到安尼就是永远安尼，咱吼，我是认为讲，一旦咱白话字若定根了后，要来修改，经过国家的力量、学者的建议，吼，安尼有迄个可能性无？我是认为讲有迄个可能性啦，吼。啊，市场吼嘛法决定啦吼。比如讲卡拉 OK， 日本的卡拉 OK 吼，伊即个吼汉字渐渐一直无去，对，卡那甲哈那一直走出来，就是讲大家就一直感觉讲啊，这个较方便的，对无？罗马字较方便啊，对无？伊迄个卡那较方便，伊那就读迄个汉字较艰苦，到尾会由市场去决定啦。对啦，啊，即个白话字有足自然的优势啦，吼，因为汉字吼，咱至少伫台湾来讲，汉字愈来愈歹读啊，吼，少年人袂晓为汉字读做台湾话，愈来愈袂晓，所以因自然就会感觉讲白话字继续好读啦，对，吼，啊，就较好用安尼啦，安尼。有关即个修改即个拼音字的部分吼，我要听梁伟讲啦吼，讲一件代志，就是讲汉语拼音吼，伊共产党了，要实行几十档了后吼，伊讲哦，啊，即马实行几十档啊，咱来讨论啦吼，看有啥物修一寡即个建议的方案吼。讲咧无偌久修几啊千个即个建议方案，惊一个啥毋敢修改，所以你还想讲，咩？假使讲好，咱即摆要来修改，我想，迄毋知要修几千套入来安尼，无法度。所以是即种文字吼，会当留落来，毋是讲伊上逻辑课啊，讲啥？伊迄是有一个历史得的一个因缘伫遐。拄则咱咧讲英文就是上好诶例啊，啊，即摆嘛有一寡人是咧讲，迄个死要甲改做 K。有诶无遐一寡建议嘛有，但迄是拢讲懵讲啊，无人咧参与啦。即吼，即个我介先吼，过去捌看一张
王玉德写有电量位的光批啦。哦，所以，这个光批的背景应该是跟梁伟去东京找王玉德的款啦。哦，出来了，两位大师对谈啦。我经过我毋知影，但我甲介绍看到一张批，迄张批就讲啊真清楚，讲伊要去爱主张到的白回事啊。有即个文献伫倒一站，毋知啥物人会当个找着无安尼嘿。但是兄，你拄则敢是讲你有一寡几点吼，要伫第18章的时阵要来分享，你敢会当来分享？你迄个。呀，那尾会使啊，这两张是讲着20代甲30年代咱台湾的话文的讨论啦，会争论的情形啦。那有时间，那真的拄好，我那会使啦。迄是两张 slide 尔啦。嘿啊，我想咱也无急啦，咱讲袂了，咱就免个，咱就时间到，咱就停下来啊。好啊，讲啊对，算啊对，一搭安尼嘿。会使看卖。嘿，所以你即摆敢有方便通来？你会当放袂？我无甲你登录。我袂晓放。你用讲的就好啦。嘿。用讲较袂好势啦。用讲的较袂好势吼。用讲的即个 message 会 miss 掉去。无要紧啦，毋免无要紧啦。毋免要紧吼。咱搁继续讨论落。咱搁继续讨论吼。系啊。好来，即摆讲到迄当时的台湾青年啦吼。啊，这份台湾青年毋是王玉德创立的台湾青年，啊，而且是有写，用白话字写，这应该是1920。这份运动是这个李春生，毋是李春生，迄个郭秋生因迄阵办的。这敢是迄个？伊讲20年代，1932年的。而且有写1920年，1920年7月24，所以这是应该林献堂迄当时的款。毋是王玉德的。毋是的，王玉德迄是后即。王玉德。对。呀，这个王玉德。对，嘿。这是检查迄个赞成兄，你敢有一寡秘密要甲人讲？你要较济。这个我毋知，王玉德迄个我就知啦。王玉德。这个我会使来加讲一次啦吼。这个我真心实讲，这个台湾青年吼，1923年吼，有一篇文章啦吼，伊迄内面就是为着要台，我看伊主要内面的文字吼，迄就是甲迄阵的即个台湾话文字化即个运动吼，会产生出来啦吼。即个迄个运动顺是迄个上大声的代表者就是黄兆辉啦，吼。黄兆辉吼，伊讲一寡话，我感觉足真要紧啊，佮足先进的。伊讲吼，咱台湾话爱甲文字合一啦，吼。台湾话爱文字化，吼。用台湾话来写咱的台湾诗，用台湾话写台湾文学，吼。即摆佫进一步，台湾字要安怎写，吼？伊迄阵就是用汉字，吼。伊佫讲，假使汉字有无法度表达台湾话的时阵，用新的汉字或者代替的汉字，吼，这是黄兆辉甲
因台湾青年即派的人的主张啦，所以为即摆看起来，伊是足先进啦，敢若欠打出去讲用白话字汉落南落写安尼尔啦，吼、啊，就是啊，甲即摆吼，你互我想着讲，咱即摆咱台湾人咧写专罗，甲以前看起来共款啦，就是讲全部用汉字。啊，用台湾话来读，用新的汉字，也是代替旧音的汉字来补充这个不足，所以这就是迄阵台湾青年的这个目标啦。但是实际伊的内容这版的台湾青年内容，其实到尾大部分拢用中国话。白话文写啦，真可惜啦，一部分是台湾话的白话文写的，无毋对，也有汉文，也有用日文的，所以到尾比拼的原来有走争去啦，这是大概是安尼啦，但是你咧讲的年代应该是1030。20年到30年中间啦，这个台湾青年是1920几年迄阵第一版出来，1923年这个有一篇文章改成就是咧解说讲，这寡代志就对啦，是10103年，可能搁较早也无毋对，20年代啦。出版的，对，这张图这张图这是写讲1920 7月24。安尼安尼可能。这你甲看创刊的时候，这是用 the， 有这有白话字。青年呢，伊用白话字写呢。因为迄阵蔡培慧有伫迄内面。这蔡培慧伫内底啊。对，蔡培慧。甲白话字的关系佫真心少，迄是另外一个故事，咱今仔可能毋免讲。伊这即个 internet 摕着说明，伊是讲安尼啦伊是讲1920年即个日本咧读册台湾本土的迄个台湾青年的学生有成立组一个叫做新民会啦，佫伫7月16发行台湾青年这本属于台湾人的言论的杂志因创刊有摕着3大目标啦第一就是民族自觉的尊重啦男女同权的实现啦就是平等同权的实现甲劳资协调的运动对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真深，所以迄阵是不止啊先进啦因的诉求是3大目标的创刊的诉求是这3项。对啦，因迄阵即个运动，迄阵即个虽然讲是语运动但是伊即个政治自治啦提高台湾人的政治地位的这方面占大部分。其实讲起来。来即摆遮咱可能即张咱讲了，咱就暂时咱就来停止咱讲到即张啦讲到21张，咱就先来停止。来，这是即个拄则咱咧讲的王玉德因创刊的即个台湾青年迄当时是用日文用日文版到尾到时伊的文字使用改变几啊遍到伫有一阵改做专门用中文发行到尾1970年后，佫改变日文，无伊是一支日文一支中文版到尾上尾到伫即个1973年4月佫改做日文版这有来会使讲是咱台湾人迄当时想到即摆嘛是安尼啦咱的即个
对这语文诶，这个态度差不多是这种情形足难免去避免讲这个实名者的影响啦所以咱台湾的还阁是少年弱势所以咱台湾要脱离这个汉字的这个口实在是足艰难啊，经过足长的试验说是，阁是1960年王耀德有迄个构想嘛是拢无实现，一直到1980年代郑良伟教授同款即个想法，但是才有实践出来。这就是讲，我咧讲郑良伟足难得的所在啦，就是讲第一个突破即个汉字的考啊。当然白话字迄个运动，迄另外讲，迄原来到尾拢无成功，但是汉落到尾会成功，就是因为有郑良伟的实践伊毋但理论上有贡献，但是伊的实践技术，比如讲这个 TW301 这个设计种出版汉落的册啥种变做开始有实践出来，这就是真正足大的突破好，咱即场讲咱来结束咱来开放大家安尼面对面来开讲来，这篇文章是伫台湾通信24期啦第24期第4页这是陈碧秀牧师写的，伊讲伊咧怀念王耀德先生主要的内容是讲1985年世大会伫东京举行即个王耀德先生伊导演一出即个台湾台语话剧啦伫遐介绍是陈碧秀也去参与演戏啦做一个台独分子照这篇文章写的。伊讲即个陈碧秀牧师邀请即个叫啥？姚五义教会张清家牧师讲道听讲伊咧讲道内面即个足有台湾精神台语讲甲足水啦王耀德先生伊受感动讲伊讲我一世人总共故乡台语的标音法大概有7种请大家甲放袂记阵我转来使用教会100多档使用的罗马字所以若大家有趣味要知影较详细咱会当去看台湾通信第24期的第4页安尼这是伊亲身的见证安尼好，安尼咱是毋是今仔日咱就先讲到这有机会咱阁会当阁继续来讲啦讲到较后壁的好，安尼咱毋知今仔日大家对今仔日咱遮个美术用看图讲故事的方式即个方法有啥物款的想法？咱后礼拜会还阁较无共啦后礼拜有迄款个恒春半岛的思想机是 live 的会当点歌讲有一个国宝级的演唱家会来参与，我毋知影啥物人伊无要讲来，安尼我先甲即个录影停起来咱就有趣味的人就留落来开讲